边各位老师，大家好早。好早。真欢喜呢，叫阮2个月暑假呢，休一个就过去啊。今仔日呢，安尼视听教室挂到底，大家甜。刷落去呢，这2天呢是安尼开学进前的准备。8月30呢，就是安尼开学的第1天。但是即摆呢，刚刚有一个风台，个小钢炮，迄个苏拉台风，有可能今仔日银行呢的气象局发布呢海上，也许同时陆地发布，所以呢大家注意哦，有可能8月30日万一若真正风台扫入来，扫入来咱台湾，有可能迄天就刮到尤其呢对岸南部入来，有可能就会叫困。大家要注意哦。但是这2天风台还未来进前呢，大家要准备的，爱看的所在，来个包括安尼行程，来个调整，包括安尼起床的时间，学长呢，咧伫开学进前，伫遮呢，欢喜看到大家拢平安，尤其今年暑假，足侪人有去日本，有去日本，甚至呢有人去到瑞士，充电了，希望呢，安尼这学期开始呢，按做归队归队呢，大概就是不管呢，伫你的教学领域，还是甲迄个5间行政，还是纯行政呢，大概的做伙安尼团结合作，尤其呢，我们未来有没有新课纲里面，尤其呢，7项的国际那个 SDGs 第17项就是要合作，不管囡仔合作，大人合作，因为咱伫这个社会。无可能你单打独斗，无可能你一个人，一定要互相的互相的帮忙，做伙呢，当讲平安顺利来过这学期。所以等下11点，要普渡要拜拜，你若会当拜的人，无免叫有拜有保庇啦，来踮伫安尼玄关呢，安尼做这学期的普渡，希望大家呢会当过这学期拢会当顺利。